双十暗会即礼拜六伫台北大巨蛋来举行歌手江蕙要上台演唱，所以请真侪人来抢票。这5000张免费的门票，昨中昼一个开放，就随互人扫了了，就连线顶也传出有黄牛票，一张是要卖2万块。台北市长蒋万安是来要求警方爱加强巡查，目前已经查到15件违规的销售。 今年双十暗会初五要伫台北大巨蛋举行，重量级的嘉宾台语歌后江蕙要搁出来演唱，门票免费，限量5000张。为了看江蕙，民众收钱手，9月30日开放，15分钟就抢了了。无偌久就传出有人加钱伫卖，民代亚讲黄牛票一张卖到12000。 目前我们了解，是诈骗案件，警察局已经加强巡查，也已经有立案，也会请地检署这边来积极的侦办。针对黄牛票这济民众不满，蒋万安讲已经要求警方加强网络巡查。台北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表示，开放提票进前已经成立专案小组，注意网络伫卖黄牛票，目前侦办加钱伫卖15件，以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上班。另外嘛有查到8件诈骗，外界关心敢是背后有黄牛集团大量抢票。大概有15件疑似。 要加价兜售黄牛票券，目前还没有发现说有大量抢票或者是集团的状况。我们目前查到的零星的都是个案。那是今年双十烟火伫云林，国内头一届放七彩双云的烟火，透过烟雾反光，伫照明弹的照射，现出双云现水。立法院长韩国瑜表示，双十烟火刷到云林有3大意义，要把困境中的中华民国揪出来，重新点到国人的爱国精神。 中华民国像一个营养不良的小老头，被关在一个黑屋子里面8年，没有人管，没有人问，没有人在乎。我们要把这个小老头，我们最爱的中华民国，从这个黑色的小屋拉出来，他是我们最爱的人。 我们从5月份接受到这个任务以后呢，云林县政府所有的局处呢，就卯足了劲，全力以赴。张丽先讲，双十烟火释放将近3万发，有41分8大主题。头一届启用曝光导影，搭配烟火表现婚礼的意象。 包括开口西、马祖婚礼，也甲双十主视觉。韩国瑜表示，透过双十的烟火，要甲婚礼的看板点好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